居士莲友们，早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又是正国寺按照往例非常开心的时间，快乐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祖师大德所留下来这个华语，对我们的修行上有很大的受用，很大的受用。而且如果我们依循他所讲的话，我们这样去做，按部就班，不要去违背，你一定会得到大成就。这是他们有修有证的人这种经验之谈，经验之谈。所以我们很感谢今天我们提供给各位这一章呢，叫印光大师的话。印光大师的华语我们都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我们已经都很清楚他的身份，他的来历，他是成愿再来的菩萨。他讲的话，当然我们绝对信靠，绝对信靠，丝毫不存怀疑。他讲了，无人欲了生死，时不再多了，时不再多。我们想要跳脱了断这个生死，了断生死，这是我们修行的最大终极的愿望，也就是我们根本的目标，就是为这件事情，就是要了生死。我们为什么要修行？修行就是要了生死啊！所以你想了生死吗？实际上，实在来讲不再多，不需要很多的东西这个要写那个，写这个，写这个，写那，不需要太多，只依真信切愿念佛，只要一个什么项目，就真信，你真诚的相信，切愿非常迫切的，急着，非常愿意的要往生，愿意到极乐世界，这种那个愿是很迫切的，是很真诚的。你好好的念佛，你有真信，有切愿，再加上你诚心的念佛，各位够了，你只有生西方足矣，你到往生到西方就够了。你具备的这个3个条件，你就往生西方，就满你所愿，就满你所愿，就满你所愿。各位，所以你看印光大师这么恳切地告诉我们大家，原来我们要跳脱轮回，离开这个娑婆世界。那么实际上，你只要能够具备真信、切愿、念佛，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相信。我们愿要切，愿要切。很多人散漫随随便便的，他随随便便的这个愿不真。我们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那个愿是非常的迫切，迫不及待的。我们这一心的向往，就是迫不及待，我们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因为这样子以后生死了断了。我们不要再来受生受死，所以我们愿要切，然后一心的念佛，这样到西方绝对能够满你所愿，满你所愿。众老读尽大藏，亦不够为成就此事而已就算你全部都读尽了，把所有大藏经都读完了都读完，读遍了，知道吗？什么都读了，都看了，都研究了。把大藏经读得滚瓜烂熟的，但是就在读了干什么呢？你的作用何在你的目的、你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也不过是为了成就此事，成就什么这件事情呢？为了要成就这件事，这个什么事情？什么？就是了生死嘛。也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要想了生死，读了书也是为了了生死。但是有的人不懂没有受教育或者智慧比较肤浅他根本大藏经他哪里能够体悟呢？没有办法去了解。那你读也读不下去怎么办？没关系，你只要具备真信切愿，真正的相信。什么叫做真信？我信阿弥陀佛一定要救度我，用名号要来救度我。我相信，我只有念佛，他要救度我，我相信。因为他已经成佛了，如果他没有救度念佛的众生，他发愿不成佛，这件事情呢，成佛，他用成佛给众生保证，所以我们知道绝对相信，不可以怀疑。你一怀疑就是谤佛了吗？对不对
你诽谤佛法了嘛，诽谤佛陀讲的话嘛，所以那你绝对是一个邪魔外道，这是魔来转世的，跟魔来对抗。佛就告诉你，你念佛，我救度你，而且个个可以成就，人人都有希望，是这么很清楚、很明白，一点都不含糊的告诉你。所以你要绝对相信，这叫做真信。信什么？信我只要念佛，我有资格可以往生啊！这个很重要的观念。除了我相信佛以外，我相信我自己一定有资格可以往生，我有条件可以往生。这两种真信，要两种真信。切愿就是愿是非常的迫切，非常真实的、真诚的。我从内心里面，打从心眼里面，我就一心一意的求往西方。我愿意去，我愿意让阿弥陀佛来救，我愿意就是要从今之后跳脱这个娑婆世界，离开这个生死苦海。我一心想要道业成就，这个愿很逼切，非常的迫切。念佛就一心念佛嘛，诚心念佛嘛，对不对啊？专心的念佛嘛。如果你这样具备这三个条件，信愿行，信愿行，那你往生西方够了。就算你没有把大藏经都读了，你道理什么都不懂了，很多修行的方法你也不清楚了，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能够具备这三个条件，你来这个世间要了生死，已经如愿以偿，如愿以偿。各位听明白没有？啊，原来印光大师这么慈悲的告诉我们大家，好感恩哦，好感恩。原来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付出了一切的心血啊，然后我们牺牲一切的努力，无非就是要走这了生脱死，要了生脱死，为了达成这个使命。那么我们来在世间的真正的意义，我们来到世间的宗旨，就随心满愿了，欢喜满足了啊！感恩佛你的教导，感恩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很感恩，对不对啊？今天将这一篇呢跟各位大家结个法缘，谢谢大家，阿弥陀佛。